因为恁有迄个意愿，有迄个所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逐人的心内。恁凡事无得拗拗念，无得争辩，才互恁无通嫌，真实无假，做上帝囝儿无瑕疵，伫写撇欢喜的世界。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咱徛起来吟。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日我深深笑了你无天，吹的更甜，予我有更甜。害我智慧，予我通我可。但是却点滴你。小你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你教我家咧，我教你行行。世上无情，你脚宝贝。因为你晓得我永远袂悔，所谢我一切，我要心靠你，一定会滚落世间无通比，一定会。我为的先，带你朝高天，应当天地，白色我甘蓝，也是大变迁。我断对主，永远无。咱犹原徛地，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要来读上帝的话，启文第56篇，启文第56篇，
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咱要用启应的方式来启应，兄弟来启，姊妹来应。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那时阵，南的撒卡来祈祷，上帝啊，你是阮的上帝，我要探查找求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感谢上帝。伫万人的中间，竞选阮做你的儿女，互阮感觉无限的荣光甲欢喜。主啊，你无限的疼，甲无限的救赎，也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只有你有权柄来赦免阮心中的拉伤、污秽甲罪过，求主甲阮洗清，佮创造阮有一粒清气的心，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伫这个时阵，阮用感恩、用欢喜的心，要来找求你。开阮兄弟姊妹的目睭，互主的圣行踮伫阮每一个内面来掌管阮，嘛求你的圣神伫这个时阵完全掌管伫每一个人的心，显明主的心意，嘛将你的旨意行伫阮的生命、伫家庭、甲国家的中间，求主来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祈祷的规律，相信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祈祷的中间来带出你的大能甲荣光。感谢你，伫今日早起，阮的敬拜，愿你甲老丽人牧师三甲弟弟，
求圣神的光来充满伊，互伊所讲的，句句拢有主的气力来造就阮每一个人。愿今早的敬拜，要成做芳芳的祭，献到伫主的面前，求主降纳。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们。愿基督困叫你听阮求，主听阮基督，主听阮基督，听阮困求的声。赞美。那么，请儿童注意学，甲青少年牧区的联合诗班，因要唱的诗歌是阿爸唱互恁听，阿爸唱互恁听。
这个时阵，咱们来共读上帝的话，圣经新约希伯来人书第7章，咱们对23节来看到28节。遐会做祭司的，因为何氏阻隔，袂话久长，所以就真侪人。独独即个因为应用之地，有袂话计划的祭司节，所以凡对伊就近上帝的人，以为救恩到完全，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因为这号的祭司头下咱的欠用，伊是圣，无歹，无拉三，离开罪人，加做较悬遮天。因毋免亲像遐个祭司头，着日日大声为着家己的罪，后来为着百姓的罪来献祭，因为伊献本身就做一个正即个事，因为律法设立两者的人做祭司头，独独律法后咒詛的话设立囝，永远做上帝做完全的祭司头。愿上帝祝福读伊甲听伊的话，搁去遵行的人。讲到老日人牧师来互咱的信息，是亲近上帝的秘诀，亲近上帝的秘诀。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搁一遍通伫伊神的旨意，自己来敬拜伊。伫今年咱随望即个疫情的关系，咱有取消即个节日的庆祝，总是伫咱青少年甲咱的主日学献唱的中间，相信也伫即个接近父亲节的节期中间，也深深来表达出咱对伫做老爸的人一份感谢的敬意。也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家庭的中间，特别是做老爸的人，通日日有主的恩典，甲因三角同在。相时也伫即个家庭中间，继续来回应上帝对咱每一位做老爸即份特别的呼召。伫信息的分享台上，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诚的主，阮感谢你，你有守住你家己对你家己的话来成做阮的鼓励、阮的安慰、甲阮的挑战。恳求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的心。用你家己的话语来养饲阮，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通讲伫圣经内底真奇妙的一段经文，因为伊直接互咱知影，咱的主耶稣即马咧做啥物代志。圣经甲咱讲，耶稣是弥赛亚，伊是君王、先知甲祭司。君王甲先知是咱通想象的，因为伫咱所徛即个世界内底，咱有即款的角色，咱有君王，伫今仔日伫咱的国家被称作是总统，伫别个国家可能称作总理。君王就是统治治理一个国家的人，所以耶稣是咱的统治者，耶稣是咱的君王。先知咱嘛有认捌。先知向咱启示上帝的旨意，总是先知这个角色
咱可能必须要先做一个澄清，因为伫即个世代，甚至有侪教派，因有所谓即个先知学校。如果咱对先知书要来看先知，咱就会看见先知通常讲的话，拢是迄个时代的人听落真插心的话。我家己的感受是，咱即摆的人可能常常将先知来看做是算即种算命先共款的角色。对义民来看，先知就是先知影一寡咱毋知影的代志的人。所以咱一般人去找算命先要创啥？因对算命先的期待是想要知影家己的未来，然后看敢有法度去闪避着遮的灾难等等。所以咱来想看觅，咱是毋是感觉先知嘛是安尼款的角色？无咱找先知是要创啥物？因为真正的先知，如果对圣经来看，通常一般的人若是看到先知，伊就会闪伊闪甲远远。因为先知毋管你的地位，毋管你好野善，只要你做代志偏离上帝的旨意，伊就会对你提出批评。咱长老教会伫1970年代开始被称作是先知性的教会，主要原因就是伫即个国势的情形紧张的时阵，特别当台湾抑阁是伫即个威权时代的时期，咱长老教会就勇敢着咱的政府来提出，讲要落实民主政治，以国家的主权独立来维护人民的权益等等，有3个宣言。所以，若讲起做先知，往往咧表达的是，伊是照上帝的旨意咧传达信息，总是无一定受到人的欢迎。君王甲先知拢是咱较好理解的身份，总是咱的问题比较是第3个身份，就是祭司这个身份。毋知影咱对伫祭司这个身份是怎样的想象？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做咱的祭司，总是伫咱新教的基督教中间，咱其实并无一个限制的系统，咱无设立祭司的职分。所以照圣经的记载来看，毋是讲专职咧服侍的人就被称作是祭司。这也是为虾米？其实希伯来书伊是遮尔重要的一卷圣经卷，因为希伯来书伊其实帮助咱来了解，是来帮助咱去认同耶稣这个祭司的身份。特别伫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伊互咱一个清楚具体的图画来说明讲，耶稣是咱的祭司，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耶稣真做咱的祭司头。伊为着咱来开启一条行往上帝的路，这是第一个意义。因为通过耶稣，咱就通直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旧约非常的无共款。伫旧约内底，大祭司只有1年1摆，才有机会通进入至圣所，进入上帝的面前。所以圣殿的长理是要防止任何人会当进入这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通去进入内底。总是通过耶稣，通过耶稣的服侍，通过耶稣的牺牲，这个长理无阁真做是脱碍，颠倒是真做通往上帝的路。所以伫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到20节，伊则写讲：所以兄弟啊，咱伫耶稣的会，既然得到好胆入圣所，对伊所甲咱开新甲活的路，按长理经过的，这个长理就是伊的身体。耶稣因带咱对伫这个长理来经过，通好进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家己真做迄个咱通往上帝面头前的路，亲像咱每一遍。咱咧往上帝来祈祷的时阵，最后咱拢会讲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也是这款的确信，就是耶稣基督真做咱行往上帝、亲近上帝的道路。
第二个意义，咱直接注意到的是，伊甲咱讲，耶稣做咱的祭司头，伊要安怎？伊要拯救咱到底。这也甲这旧约的祭司有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耶稣的事工，甲耶稣的服侍，伊是永远的。当上帝入去做这个事工，然后伊也久长伫无用这个事工，伊无受死亡的限制。也是因为安尼，伊就通永远来服侍。伊的责任毋免去耍互别人。咱伫经文有看到讲，伊讲遮过去有做的祭司，遮祭司嘛爱换，为虾米？因为遮祭司会破病，嘛会老，所以就要替换新的祭司。总是当换这个新的祭司以后，祭司就要开始去重新来学习。这个做祭司的任务甲责任，毋过经文甲咱讲，耶稣是久长在做这项服侍。耶稣随时互咱通亲近伊。咱有可能有一种的经历，当你心情无好，想要找人开讲的时阵，有当时这个人有可能在开会，还是讲伊在休困，还是讲伊在放假。毋过耶稣毋是安尼，伊是随时互咱通亲近伊。经文的26节甲咱讲，伊讲即颗的祭司头下咱的欠用，伊是圣、无歹、无拉三。耶稣无有罪，伊是圣洁的，伊是圣的，伊是无通指责、无拉三的。这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代表。耶稣伊家己毋免阁开时间去处理伊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这甲一般的祭司真无共，因为安尼，耶稣是通好专心专时间来帮助咱，直接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咱随时通好拜访咱的耶稣。耶稣已经对罪人的中间除去，经文讲伊离开罪人。真做较悬才会天，虽然是安尼，一定无伫咱罪人的中间，伊即马伫天顶，伫上帝迄边。总是咱知以后开时间生活伫咱的中间，为着要理解咱，为着要认同咱做人类的软弱。伫希伯来书第4章15节，伊甲咱讲，因为咱所有的祭司头。毋是袂为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四气，只是无做。所以耶稣伊无需要逐工重复来献祭，因为已经献上完全的上帝所要求的祭物，就是伊家己。第27节的后半段，伊讲。因为伊献本身就一个正即个事，耶稣只有一摆献伊本身了后，即个事就完全就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顶的时阵，伊最后讲的话也是完全明白啊。耶稣真做祭司头，伊家己也真做是祭物，来完全。对咱每一个人的救赎，第三个对咱的意义真重要，也是这段经文上界重要的部分，就是咧提醒咱耶稣伊长长活地在替咱祈求。耶稣即马咧做的代志，就是替咱在代祷。伊一直活地替咱代祷，毋然是为着咱替咱开启一条。行往上帝的道路，伊也互咱拯救咱到底，然后借着这个完全的献祭，耶稣继续为着咱在打拼、在努力，为着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代祷祈求。这也是伊为虾米永远活地的目的，就是伊为着咱来祈求。当耶稣伫即个世间做工的时阵，伊设立一个模范。伊毋若是一个祭司，伊互咱看见着，伊是安怎咧过一个祈祷的生活。
希伯来书的第5章第7节，甲咱讲，伊讲基督点伊伫伊点肉体的日，用出咱后叫，搁流目屎，献祈祷，祈求互迄个为救伊出死的，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过去耶稣怎样咧祈祷，即马伊也是安怎伫替咱伫祈祷？因为伊伫极悬的位，伫上帝正平的位，伊继续替咱每一个人咧代祷。伊伫上帝面头前提出着咱的需要。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已经伫上帝面前为着咱祈祷，伊其实也咧听候咱每一位。当咱每一届祈祷的时阵，请咱会记得耶稣也已经为着咱咧祈祷。咱只是甲伊做伙伫祈祷。当咱祈祷的时，咱也是对着主耶稣为着咱开启的道路，进入到上帝的面前，互咱行伫伊为咱开的路顶，互咱有信心来接近上帝。用希伯来书家己的话来讲，咱也好通大胆就近恩典的宝座，来受怜悯，得到恩典，做咱及时的帮助。伫今仔日咱也要透过圣餐来就近主。如果讲圣经是听会到的道理，圣餐就是咱看会到、摸会到，甚至是谈会到的道理。当咱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圣餐内面的恩典甲祝福，就要借着这个饼甲这个杯，借着基督身体甲宝血来祝福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伫圣餐内面，主也搁一遍将伊家己赏赐予咱，用伊的宝血洗清咱一切的罪过，互咱确实知影。咱是属于伊，伊也属于咱。伊听咱，为着咱赔命，已经真做是咱完全的祭司头，互咱毋免搁带啥物礼物，就通亲近主。也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备办心来领受今仔日的圣餐，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为着阮的代祷，感谢你提醒阮。当阮每一摆祈祷的时，阮就是进入上帝的面前，就是对着你的脚步。你也已经咧听候阮，你也已经为着阮在祈祷。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有祈祷的生活。阮承认，阮常常忽略这个奇妙的机会，甲旧约无共款，毋若是只有一年一摆，是随时拢通亲近你，通进入至高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为着阮来开路，互阮通直接来亲近上帝。阮搁一摆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阮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念圣诗370首。圣诗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咱请服侍人员来到台前。咱奉献声音甲才能。心感谢快乐来欢迎，当被病放过来庆贺，主老母有咱着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亲的亲病。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亲的亲。被合一，当罪得尊叹以宽心，
三祝福言行着断送，着应话也着应行动。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调咱主进切咱去，只要以世界结果子。着三听分享这米包，主以马内利大为高，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主耶稣个我全地的我命，大为传播真道真拼。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有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记若恁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在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何塞领完。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旁杯安尼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使领员。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三角来领受。恁大概
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做伙三角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朋友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会通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时阵，咱们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
请坐。这时阵，我要来报告，请兄弟姊妹掀开周报第10面，教会的消息。教会消息第一点，今仔是父亲节的联合礼拜，第2场的礼拜合并伫第1场的礼拜。咱的时间是对上午9点开始，伫礼拜中咱举行圣餐，来因应武汉肺炎的防疫。来小会决议伫2020年全教会性的庆典的所有活动，咱暂停。今年的父亲节的庆祝活动嘛是停办一次。咱看第2点，今日中昼12点，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屋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咱看第3点，政府所发的迄个振兴3倍券是一般的费用，咱的教会无法度通来兑换，所以兄弟望用这个振兴券咱来当作奉献来挪用。请咱继续看具体的交通。本会过5保英姊妹已经伫7月26安息主怀，定伫8月初6拜4上午9点，要伫台南市的市立的殡仪馆怀德厅要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咱来看团契的消息。团契的消息，咱看上河团契。上河团契要定伫今仔日8月初2上午10点，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上大教室，要召开37届年会的选举。伫年会中间，咱要邀请陈佑新牧师来勉励讲道。陈清美、陈丽娜、吴美勇3位长老来监选。咱看第2点，团契，这上河团契伫9月初3，要举行灵修联谊的一日游。咱报名杂志的日子是8月27日。咱咧去的地点是婚林古坑嘉义丁粉城堡水洋教堂台属的西奇园区甲方块所的迄个工厂来参观。那邀请客友甲非客友隆重来参加。嘛会当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咱再来看11面教界消息。11面教界消息第4点，台南中会教育部要伫8月29日拜6上午8点到
下晡5点，伊要来举办一个圣经传释的讲座。迄个讲师是叶约翰牧师，主题是约翰福音。伊讲要安怎成做上帝的儿女。地点就是伫中英中学的简报室。咱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大家来报名，尤其咱的中级咱的干部甲咱对圣经方面你要受造就的兄弟，请你伫即个时阵，就是对即日起到8月17即个时间，你会当向教会的办公室来报名。迄个报名的费用，咱要互教育部来补助，所以毋茫要受造就的，请你赶紧报名，因为伊即个有咱真会行会客满吼，所以毋茫咱大家赶紧来报吼。搁过来，咱其他的奉献的项目，请咱家己来看。若有迄个你有工作侍奉的人员，伊有伫14页、15页迄个所在甲16页，请有关的人员，请你家己来看。下面，咱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周报嘛有吼，周报是第11面，周报第11面吼。我先来读一遍。读了的时阵，咱做伙来读2遍吼。这是今仔的经句是安尼讲。所以，凡若对伊就决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希伯来人书第7章25节，咱做伙来读。所以，凡若对伊就决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希伯来人书7章25节，咱搁一摆。所以，凡若对伊就决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希伯来人书7章25节。下面，咱请老师来介绍。好，伫我遮有摕着即个名单，我来介绍一个，特别是今日咱参与伫咱的服侍中间有即个钢琴的3重奏吼，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先来介绍弹钢琴的是即个鲁云，欢迎。伊是即个奇美的艺术奖的得主啦吼，奇美艺术奖的吼。即个小提琴。是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客席的首席小提琴张恒硕，这个3重奏内底嘛有咱的青年吼韩云，其实是因伫明仔载吼，伫即个魏武营暗时有一个音乐会啦吼，所以拄则咱咧听这吼，明仔载是去魏武营是爱付费的吼。今日伫遮是奉献予上帝，咱做伙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恩典。当然嘛爱欢迎咱的即个亲子礼拜吼，主日学小朋友甲家长啦吼，小朋友再欢迎你们了哦哈！感谢主，
拄仔自头到尾做礼拜，拢有听到因的声啦吼。囡仔吼做爸母的，你敢知影？囡仔来伫厝里吼，雄雄无声吼，你会感觉伊是毋是破病啊吼？所以咱的囡仔拢足健康的，自头到尾到即摆还阁有声就对啊吼。咱给欢迎吼，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顺便也看看这个大人在举行圣餐是怎么样了哈。好，以上报告。祝福的车见，咱要来唱圣诗第393首，393首，俄勒专灵稳定主宰，咱徛起来吟。俄勒专灵稳定主宰，万族称呼感谢跪拜。白行圣心，公义平安，尊严上赞，地高万代。咱做咱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这点，咱最后咱用适当的方式来行平安礼，彼此来请安。愿上帝平安甲慈爱，甲咱每一位兄弟三个弟弟。
青年跟主日学一起来拍一张诗班大合照。青年跟主日学，赶快啊！就刚刚的位置啊。